大家好，今日我代表訓育組向大家推介一本德育好書《網絡精 Net》，一本專為青少年而打造，關於網絡禮儀同埋網絡安全嘅好書。現代資訊科技發展成熟，學生嘅成長同埋網絡世界密不可分。但大家有冇諗過，當學生喺社交媒體發表意見嘅時候，究竟理唔理解尊重他人嘅重要性？當佢哋轉發信息嘅時候，又可唔可以辨別真同假嘅資訊呢？書入面舉出咗好多真實例子嚟提醒同學點樣可以既安全又開心咁樣探索網絡世界，而且同學可以學識換位思考，明白一句網絡留言可能造成嘅傷害。而自己喺網上面所講嘅說話，就好似潑出去嘅水一樣，永遠都收唔返。所以網絡精 Net 係一本可以幫助各位同學成為一位能夠獨立思考嘅網絡公民嘅好書。多謝大家。